係時候去 Michigan 玩啦！第二站我就帶大家嚟到呢個好有德國風格嘅小鎮。呢一度係德國後裔喺1860年至1950年代喺美國保存得最完整嘅德國小鎮。喺1950年之後就開始俾外人嚟遊覽。呢一度就係巴伐利亞大屋，裏面係一間餐廳同埋禮品店。喺餐廳裏面有得食德國好出名嘅炸雞同香腸，仲有得飲德國黑啤酒。裏面亦都有好多甜品賣。你哋留意下啲工作人員嘅服裝，佢哋着住啲德國傳統嘅服裝，好特別㗎。喺個小鎮嘅上面，亦都可以坐馬車去欣賞呢個小鎮嘅風景。喺呢度都有好多唔同嘅禮品店，你可以買一啲小禮品作為紀念。呢一條係全Michigan最大嘅木橋，喺1979年起嘅。呢條橋好特別㗎，佢可以俾汽車行，又可以俾人行，同埋亦都可以俾馬車行㗎。等我哋同你哋一齊行呢條橋啦！你睇下，馬車啱啱行過啊！我哋繼續向前行，跟住啲馬車先。沿路上你可以欣賞下周圍嘅風景。喺夜晚黑嘅時候，呢條橋就會着咗燈，喺度影相真係好靚㗎。你亦都可以坐郵輪去欣賞呢度嘅風景。去完 Frankenwolf，你仲可以嚟到呢個 Birch Run Outlet Mall， 呢一度有好多唔同嘅鋪口，你可以嚟 shopping， 而且啲價錢比出面平好多㗎。希望大家鍾意呢條短片啦，記住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， 我下次再帶大家去唔同Michigan嘅地方啦，拜拜。